有班學者話，宋朝開國嗰陣，宰相權力縮晒水，皇帝就威晒。咁你話啦，咁搞法幫唔幫到個新成立嘅大宋解決內憂外患？等我用啲史實同你吹下水啦。話說趙匡胤班兄弟驚啲宰相騎住自己，搞咗堆政策嚟削商權，但係呢啲招數根本冇料到，搞到北宋開國嗰陣兩頭唔到岸。第一，新朝開檔百廢待興，要個夠僵嘅制度嚟鎮場。第二，北邊個契丹佬成日擺款，要諗計頂住，點知削相權反而搞到一鑊泡。宋朝玩分權玩到出神入化，一宰相即係叫乜鬼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淨係搞文書，樞密院攬住兵權，學宋史話齋，文武分家，唔俾一個人話晒事。二，財政拆開鹽鐵、戶部、道支三個部門，叫做計賞。三，仲要搞埋審官院、考課院嚟 check 住班官啦。四，司法方面仲癲，審刑院直屬皇帝，宰相冇得插手。最抵死係仲要整多個參知政事做副手嚟制衡宰相，仲有班台諫官專唱衰宰相。班台諫官仲有特權可以聽風就係雨，唔使證據都照彈劾。好似宋仁宗嗰朝呢，換咗23個宰相，有13個就係俾台諫唱到落台，搞到最後皇帝大晒，連前線打仗都要按皇帝俾嘅陣圖布陣，即係話皇帝遙控指揮。日本學者竹沙雅章都話，唐代宰相權力喺宋朝被拆到散晒，皇帝乜都管。但係咁搞法真係掂啊？梗係唔掂啊！對內方面呢，以前宰相呢一腳踢搞掂晒，而家拆到散晒，搞到行政慢過龜。地方官呢又俾四監司同通判監察到實，搞到做嘢左閃右避。班官驚俾人彈劾，個個做鵪鶉唔敢做嘢。對外仲大鑊，宋太宗986年派曹彬打契丹，笑死人嘅係連宰相李掹都唔知有呢場仗。國史大綱爆響口話，一日內趙樞密院開6次會，中書省完全蒙在鼓裏。結果喺岐溝關輸到甩褲，呢單嘢就知分權，搞到軍事決策亂晒龍。總括嚟講，宋朝開國嗰陣學人玩集權，結果搞到行政效率低過地底泥，班官做嘢冇膊頭，對外打仗次次輸。有班學者話，宋朝開國嗰陣宰相權力縮晒水。